唔知大家有冇睇過經典電影《楚門的世界》啊？裏邊咧導演咧曾經講過一句咧細思極恐嘅金句。當時記者問佢：哇，點解楚門活喺一個完全由演員同埋特技編劇做出嚟嘅假世界裏邊？佢30幾年嚟竟然都從來冇懷疑過。導演好冷靜咁樣答：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好習慣接受呈現喺我哋眼前嘅事實。今日我會用身份角度重新解讀呢件事。你以為你只係睇緊一套戲，其實你就係楚門。你依家嘅低收入，你留唔住嘅錢，你不斷喺關係裏邊受傷，不斷無限碌，呢啲一切睇落好似係真實命運，但其實只係你大腦潛意識喺幾十年前俾原生家庭或者環境寫好嘅假世界劇本。大腦咧只會追求一致性同埋熟悉感，應該聽我成日講噶啦。如果你底層嘅身份頻率一直都係匱乏、恐懼，你嘅大腦就會好似電影入邊嘅導演一樣，日夜不停咁樣喺現實中為你安排各種失敗、焦慮嘅劇情。你以為眼前嘅係現實，其實你只係活喺系統編排嘅假現象裏邊。如果你內在身份冇變過，去到邊其實只係換咗片場，重新演翻同一套悲劇。渣男一個接一個，上司永遠唔欣賞你，升職賺錢嘅機會一次次擦身而過。呢個時候盲目追求外在嘅條件提升，根本幫唔到你。只要你願意透過覺察拆解呢個大腦編造嘅現實，你先會真正走到出嚟，同埋掌控你人生嘅劇本。